美國總統特朗普歷史性訪華，香港另一記者星期三晚去到北京街頭，見到大批嘅民眾同埋傳媒去到特朗普下榻嘅四季酒店附近守候。今次特朗普訪華亦都吸引唔少嘅中外傳媒到場採訪。其中呢條片就喺網絡瘋傳，但主角就唔係 Trump， 而係呢一位解放軍軍官。佢喺空軍1號滑行嘅時候，唔單止紋絲不動，喺引擎發出軍鳴聲嘅時候，仲維持身姿挺直，緊守崗位，相當敬業。美國白宮喺特朗普抵達之後，亦都發佈影片同埋相，見到佢獲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等人迎接。今次係特朗普事隔9年再次訪華，同佢一同訪問北京嘅仲有16間美國知名企業嘅 CEO， 包括蘋果嘅庫克、Tesla 嘅馬斯克以及 Nvidia 嘅黃仁勳等。